小东来了，你好，小东。叫孟阿姨啊。哎呀，小东现在身体不好，不要勉强他。哎，小东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来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她叫汪琪。小东，你好。哎，小东，这是我妈妈专门给你买的手机，最新款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拿着吧。拿着呀。谢谢孟阿姨。别勉强了，快坐。小东，快坐，来，来坐。坐。小东啊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呢，跟其他的母亲不一样，我是属于很开明的那种人。按照你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很前卫，是吧，王琪？嗯，是啊，我妈妈可新潮了。小东啊，这次我跟你爸爸商量，把你接过来，第一呢是想让你换换环境，最重要的是想送你跟汪琪到国外去留学。说心里话，我对西方的教育方式是很喜欢的，尤其是现在社会很重视出国回来的人，最起码的你们的语言要比别人好，对不对？还有，你刚到丹宁来，先让自己静一静，调整一下，熟悉一下环境，啊，住的地方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啊，小东，我妈妈是怕我们俩不熟，想安排你出去住，但是我非常欢迎你住在家里面，反正我也没有哥哥，你就以后是我的哥哥了。我觉得还是住外边吧。刘叔叔，你不会妒忌钱钱吧？哎，住在外边理应如此。什么叫理应如此啊？一家人住在一起多热闹呀！汪琪说的对，一家人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多好啊！对啊，刘叔叔，你得同意。那就照你说的做吧。来，咱们举杯，祝小东健康快乐。走。进来呀，小东。这就是我家了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张姨，张姨，哎，来了。张姨，这是刘晓东，是刘叔叔的儿子，以后就住在咱们家了。哎，你好。我妈让你给他安排好。你妈打电话来了，我呀早给你安排好了，就住1楼客房，你们去看看哪不合适啊，我再帮你们拾的。行。走吧，小东。孟莲，你当处长也在这儿呢。别刺激我啊！哎，对了，老公，我跟李荣正在谈小东的事儿呢。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。小东这孩子让田芳管得太凶，我就是再有本事，也治不了他的抑郁症。那我感觉李荣刚才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要想根治小东的病，那我们必须采取跟田芳不一样的教育方法，那就是放，彻底的放，充分满足他的欲望，给他自由。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许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，你说呢？那学业呢？中国小孩是一个都比外国小孩学习成绩好，你们不会送他出国去学习啊？是这么打算的。你这玩数字脑子就是好使啊。好啦，你们夫妻俩就在这儿腻吧，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。德行。老公，是你跟小东谈，还是我跟他谈？咱俩一块儿谈。小东啊，你孟阿姨一直很关心你的病情，到处给你寻医找药，为你很操心。看你说的，我也是小东的亲人嘛。小东啊，过去你长期受到压抑，做任何事情你都没有自由，甚至连支配自己的时间都没有。久而久之，长期积累，积少成多，才得了病。阿姨想了，从今往后，绝不能让你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想做什么，
就做什么，不必约束你自己。为了你的前程，为了你漫长的人生道路，也为了你今后的美好生活，我跟你爸正在给你和汪琪寻找全市最好的出国艺科班去学习。等你们语言过关了之后，你们马上可以出国深造。你看小东，梦也给你买了个电脑，喜不喜欢？希望你好好学习。哎，天棒，我琢磨着，咱们得干点事儿。咱们都刚50出头，不能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呀。你这话说到点儿上了，咱们呢，也别老什么都怨天怨地的，没用啊。你仔细想想，咱不就有一工人吗？还有啥呀？不是有那个歌叫“大不了从头再来”？我真想通了，要想过上好日子，要想儿子有一个好的前途，咱就得重新打拼。没错。我的妈呀！你这终于转过弯来了啊！我李大妹是跟定你了，我不跟你我没饭吃。我跟你说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克敏上大学，你又犯愁了吧？哎呀，再难呐，我也得让孩子把大学读完。得了，这给你，这是我的一点积蓄，拿去上大学去吧。这钱我可不能要，你现在还需要钱呢。哎呀，我需要啥钱？我现在一个人。再说了，咱不是从头再来了吗？大妹，回头我也支援你点。支援我呢？你比我还困难呢。我跟你说，克敏来了，克敏啊，来，快坐着。哎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哟，录取通知书。哎呀，你看看，真不错。这回心就踏实了。克敏，你考上丹宁大学了？是啊，说不定我还能看见小东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天一真替你高兴，快收好了，收好了。哎，小东，来多吃点，一会儿吃完我叫你去玩魔兽世界。谢谢。呀，小东，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到我们家说的第一句话。就是我呀，从来都没听小东说过话，没想到这声音还挺有磁性的。哎，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哎呀，你太棒了！哎，小东，你现在玩的比我还溜呢。我现在还会玩冒险岛呢。真的？嗯。你真酷。妈妈，哎，宝贝儿，怎么回事？这么高兴啊？当然有好事了。小东呢？啊，在屋里呢。小东，来，有好事告诉你。啊。是这样，你们的妈妈已经为你们俩办好了出国预科班的一切手续。这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，全英语授课，师资、教材由外方提供。毕业的时候，可以拿到中外2个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啊，太棒了！你知道你们俩的学费有多少吗？1年的学费比人家4年大学生的还要贵，但是呢，又没有任何压力，好好学。小东，我们俩成大学同学了。东啊，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啊！嗨，大伟，别给孩子压力呀。我们给他们创造条件，剩下的就靠他们自己了。哎呀，行了。